学测第一届甲数学分做数 A 甲数 B， 讲数 A 出了伤难咯，引起着反弹。教育部长潘文忠早起针对着学测到立法院备询，承诺讲会要求大考中心稳定考试的题目，而且来建立着题库。另外，今年嘛是第一届，把这个签名的方式改做学生家己伫咧考试单面顶来签名。但是有将近4000个考生无签，逢考直击分，更有可能会影响到7月份的分科测验。潘文忠讲，针对这个部分，会尽快来处理。不算吵架是吗？不是啦，那只是说明一个情形嘿。大家拢真关心学生的未来。李伟林叶华和教育部长潘文忠伫即顺台你一句我一句，拢是针对今年学测新制有4000位考生无签名，爱考直击分。可以等学生都就定位的时候，再说姜老师你核定没错，请大家签上名。不是每个人都签了名了吗？哎，委员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也都做了。所以我才说这是教育吗？是啦，但是还有考生还是没有签。挖了这么大一个陷阱。不。英国学测报道是监测人员伫考试期间会到座位边仔请考生来签名，不过为着避免影响学生写考卷，今年学测改伫考卷顶悬签名，不过煞有3996位学生无签名，依考试规定爱互考直击分，甚至会影响到7月的分科测验。避免一错两罚呢？决策怎么样？会以最小化的方式来做一个考量。连执政党的立委张廖万坚拢对自签2法提出质疑。今年分科测验头一摆无考国文、英文、数语，不过因为学测数 A 伤难，有要求加入数语的声音。从招联会各大学招生上的需求，是有确立一个素养有要来增加考科的这样的一个必要。那么教育部会再跟招联会做最后的确认哦。考试新制上路有真侪状况，阁有人收钱替学生囡仔做学习日程的档案。潘文忠针对这件代志严正抗议，无希望让学习日程的乱象影响到考试的公平性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